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来做为早上的第二堂礼拜，我们来做预备，我们来做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论我们在礼拜堂里面敬拜，或是我们有弟兄姐妹在网络上跟我们一起来敬拜，都求神的灵保守眷顾，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可以用心灵诚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献上祷告，求神的灵掌管，使我们可以全心仰望，全心敬拜。我们开口先为我们自己来献上祷告。亲爱的父神，是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来寻求你的面。神啊，这个时候求你保守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掌管我们，让我们心单单仰望你，让我们心单单寻求你。在早上的敬拜当中，让我们可以用圣洁的灵与主你面对面。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特别帮助在线上、在网络上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你的灵一样与他们同在，不论他们处在任何的环境，都有神你美好的心意在他们的心中。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再次为早上的敬拜献上感谢。愿神与我们同在，在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我们来为早上牧师的讲道献上祷告，求神帮助牧师，让他早上在这个地方能够领受神的心意，能够传讲神美好的信息在我们当中，保守牧师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看见，保守他的嘴唇今天长出的每一句话是带有力量的，是从神来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更知道如何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作为。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的夏牧师献上祷告，求神保守他的心思意念，保守他的身心灵，保守他早上在这当中传讲的每一句话。我们开口来为夏牧师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这时候特别为夏牧师献上祷告。哦，神啊，你与他同在，你保守他，特别在早上的敬拜当中，你的灵就掌管他，让他在你那边来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力量，带有能力，带有亮光，来帮助我们更认清我们自己在神你面前的呼召，让我们更知道如何来回应神在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样的信息当中能够来做出回应。主啊，你与牧师同在，你祝福他，保守他的身心灵，特别保守他，让他天天跟主你有美好亲密的关系，让他能够时常领受神你的心意，神你的意象，能够帮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透过牧师他的口所说的、手所做的，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主啊，你与我们早上的敬拜，特别于早上的讲坛献上祷告愿神你掌管，愿神你亲自的祝福。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为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神保守他们的脚步，让他们可以平安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也为今天没办法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可以在家里面透过手机透过电脑网络透过电视能够一起敬拜所以我们开口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保守他们的脚步，保守他们的敬拜的这段时间，我们开口来为他们这些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这时候特别为还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神保守他们的脚步，让他们可以平安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有许多的关系许多的可能工作上的关系可能在疫情上有一些担忧他们可能有一些需要在家里面敬拜的，也求神你与他们同在，你保守他们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一样可以领受到神同在的那种恩典那种喜乐。主啊，你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摆上的一切的敬拜、一切的赞美，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
哈利路亚，是的主。主啊，让我们在这世代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神的荣耀的同在。求你降下同在，在你知名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知名的赞美中。求你降下你的同在，求你降下同在，在你知名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知名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求你降下同在，在你知名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知名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同在，在你知名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知名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呼求，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中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
如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的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哈利路亚！是的，主，在这世代，我要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方。哦，是的，主，我们愿意再一次在你的面前，为了要敬拜你，为了荣耀你。哦，愿神这个时候灵就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你今天你的救恩、你的恩典就临到我们当中。还要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在地上，我还有谁？在天上，别无他名，唯有耶稣是我依靠，唯有你是独一真神，我的主，我渴慕你，我的心。是我满足，唯有你是我的良人，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全心全意降服于你，我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一生一世活着为你。在地上，在地上，我还有谁？在天上，别无他名，唯有耶稣是我依靠，唯有你是独一真神。我的主，我渴慕你，我的主，是的主，我渴慕你，我的心，我的心别无爱慕，唯有耶稣是我满足，唯有你是我的良人，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全心全意降服于你，我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一生一世活着为你，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全心全意降服于你，我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我生一世活着为你，我全心全意敬拜你。哦，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敬拜你。我全心哈利路亚全意降服于你，我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一生一世活着为你，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全心全意降服于你，将我身体献
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归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再次说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感谢父神，让我们有这个福分来到你面前。我们一生要跟随主你的脚步，来领受这样美丽的呼召。这个呼召不只是为我们个人，也是为了上帝的国。感谢你，当我们在这边聚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一群，因为神的恩典眷顾，让我们不受疫情的影响，在这边高声欢唱，在这边领受你宝贵的话语，也在这边彼此弟兄姐妹互相祝福，互相带导，互相来关心。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谦卑，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在你面前要领受从天上降下来的智慧、能力跟恩膏。也求你同时来保守在网络当中一起跟我们同心敬拜的弟兄姐妹，大家在灵里面都彼此相通。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恭受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今天的经文有2处，第一处在马可福音第6章1到4节，第二处在提摩太前书5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离开那地方，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的门徒也跟他一起来。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导人。许多人听见他的话都惊讶，说：“这个人从哪里得到这本领呢？谁给他这种智慧呢？他居然还能够行神迹！他岂不是一个木匠？他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瑟、犹大和西门的哥哥吗？他的妹妹们不是都住在他们这里吗？”于是他们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先知在本乡、本族、本家外都受人尊重，因为圣经上说，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又说工人应得工钱。”接下来请圣歌队献诗，献诗完请向牧师讲道。牧师今天的题目是木匠、先知、主耶稣。感谢主，
圣歌队虽然没有实体的献唱，但是他们的录音也成为我们教会属灵的历史的一部分。让我们透过影音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在领受主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先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这个福分在这边彼此交谊，同心敬拜。主啊，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是因为圣灵在动工，也启发我们的智慧，启发我们属灵的动力，特别是让我们看见，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勇敢走出新的一步。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以及在网络中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个劳工节的连假当中，牧师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一个分享这个题目叫做木匠、先知、主耶稣。这3个 title 都是同样一个人，就是在讲我们的主耶稣。刚刚我们读了经文，我们等一下再复习会看得到。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个受难周这个劳工节的当中，这个题目让我们去思考一个人的一个本性，以及主耶稣给我们美好的教导。首先是耶稣在他的故乡，他的乡亲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岂不是一个木匠？他岂不是？”请问弟兄姐妹，你觉得这句话是一种恭维呢，还是一种看不起的？是哪一个方面比较成分比较大？有一点看轻的意思。他岂不是？他如果说他是一个木匠，那个感觉上，好像他有2下子，对不对？他岂不是好像是勉强可以算是木匠那种感觉？那我们可以在复习这段经文，我们看他怎么说。主耶稣他出来传道，我们都从圣经的历史了解，主耶稣他在30岁左右就出来开始在约旦河受洗，圣灵降临到他身上，他开始在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就是成为主道成肉身的工作，开始传福音，招呼学生到各地传道，在犹太，在加利利。然后这段经文提到说，主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的家乡就是他跟他父母亲从埃及小时候从埃及逃难回来，他的居住地，也是他爸爸在世上的爸爸玛利亚、约瑟他们居住的地方。拿撒勒一个小小的城镇牧师曾经有机会去参加那个圣地的访问那边有一个蛮漂亮的纪念的教堂，纪念主耶稣的教堂，还有在附近一个市集，看起来不是很偏僻，但是也不是主要的城市那这个拿撒勒他回乡应该离开不久了，大家都认识耶稣。但是这一次他回到故乡以后，所作所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判若两人，所以难怪他的乡亲感到很诧异，好像觉得脱胎换骨，变成一个人似的外形大概没什么改变但是这一次他是带着学生回来的，而且我们感觉到他的宣讲很有力量，他的所作所为让所有人都感觉不一样。所以圣经记载说，主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教导众人。以前这个是当时叫那个会堂的拉比或是说那些长者在教导圣经的地方，怎么会耶稣外出30出头就跑回来开始在教导人，连乡亲也觉得很奇怪，但是对他所教导的内容是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一些话语以前的拉比没讲过，以前的经学老师没讲过，天国的福音
在耶稣的话语口中讲出来，是多么的震撼。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讲天国的福音，不只是他的家乡的群众震撼，是几乎所有听到的人都觉得很稀罕，特别是他还行神迹，所以就一群人就跟随他。在外地，他成为一个导师，他成为一个先知，他成为一个领导者，很多人急着要跟着他，所以才会发生5000人吃饱的这个事件故事嘛，表示大家都跟随着要，好像现在追星一样要跟随着要听耶稣讲什么话。但是在故乡，他所遇到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乡亲亲眼的见证什么？他们看到以前跟现在的耶稣，这个人从哪里得到这个本领呢？开始怀疑了，疑问了，谁给他这种智慧呢？他居然还能够行神迹，居然的意思有一点就是说，哎呀，看不出来耶，怎么会这样子呢？乡亲完全是一种不可置信的情况之下。那问题的重点是，这样的判别，亲眼看到是真实的，但是结论是不一样的。怎样？地震先安静，这个深呼吸一下，求主怜悯我们这个有学过逃生训练的，先想好要从哪里走。讲到耶稣行神迹，那这个要给我们一些暗示好了，乡亲的感觉是怎么样？你觉得呢？他们是往好的方向肯定呢，还是突然间他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他的结论是负面的，因为经文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乡亲在惊讶之余，他们所做的价值判断就是认为这个耶稣只不过就是这一句话，他岂不是一个木匠吗？他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瑟、犹大、西门的哥哥吗？他的姐妹们不是都住在我们这里吗？那当然，有些圣经学者因为这段经文没有讲得很详细、很清楚啦。耶稣真的有这么多弟弟吗？有这么多妹妹？因为这个妹妹还有妹妹们呢，们表示说还有。那当然，我们就可以肯定说，耶稣有弟弟妹妹。但是这些人是不是也许是堂兄弟姐妹也不一定，但是一定是他的肉体的父母亲有在生儿育女。那在这30年当中，又有一些经文在判别，因为四福音都没有再提起约瑟后来的，就是他的爸爸后来的故事，所以也有人做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判定，说也许他的肉体的父亲是比较早离开了。那哥哥耶稣等于变成，为什么他会30岁才出来？在早期30岁算是已经年纪蛮大了他应该是尽了他世上照顾弟弟妹妹成长的责任之后，然后心无旁骛了，就专心出来传福音。当然这些都是圣经学者所做的一些整理了那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在于说，他们那些人看见从小长大的这个耶稣，他在家里面他是一个木匠，他的弟兄姐妹都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好了，他今天竟然讲出天国的福音，耶稣竟然有这样的智慧来教导人，而且他还能够行神迹，到底这个人是怎么样了？很可惜，主耶稣没有好的待遇。为什么没有好的待遇？因为他没有像我们台湾很多在国际的场合做了很好的一个表现的，比如说打球的啦、运动选手啦、科技方面的人才啦或是在国际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现，我们都把它称为叫什么台湾之光了可惜耶稣不是拿撒勒之光，他们把耶稣看成说，哎呀，这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市井小民嘛，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嘛
啊，有什么好稀奇的呢？很可惜。不过我们可以从这边，我们不是说要去判定这些群众他的故乡的居民会这么说啦，那是人性。他是台湾有一句话说看不得人好，但是也是可以做印证说，这些拿撒勒的居民他们的眼界不够高，他们没有理解一位上帝之子主耶稣是在他们村庄成长的，没有智慧的眼光看到这一位跟平常人不一样，因为他小时候或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现过他过人的一种智慧嘛。他不是在会堂里面，在圣殿里面读圣经吗？大家都很惊讶吗？好了，不管如何，这一种偏见或是鄙视的态度，连他的学生拿但业，在当初腓利在邀请他加入耶稣的这一个传福音的行列，或是成为他的学生，拿但业也讲了这一句话，像代表人的一种轻视。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感觉上好像这个产地就是不能出好的水果的感觉。那现在那个我们的芒果现在出产了，大家赶快从屏东开始吃来再来台南，然后一直往上很多水果都很好吃什么什么那个奶鸡什么的，还有那个莲雾什么的，大家都觉得拿撒勒这个地方也不是什么大城市，有什么好的人才可以出现呢？那这个大概就是当初耶稣这段经文里面所得到的。不过问题在这里，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别人怎么看我，我就这样子。哎呀，根本没有什么志气，对不对？没有什么自信。这个是跟我们弟兄姐妹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在神的眼睛里面是什么？我们不能被外界批判，给你界定，你有没有超出人的一个眼界？耶稣怎么说？耶稣他没有辩解，也没有生气，但他正式宣告：先知在本乡、本族、本家外都受人尊敬、尊重。为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你们看我是木匠，但是我的角色是先知，我是传天国福音的使者，是神差派来的独生子。那我们等一下说高下立判了，同样一个称呼，但是是不同的境界。是木匠木匠不错但是木匠不能当先知吗？换句话说，先知来当木匠也不错为什么这两种身份会有差异那么大呢？我们曾经听过有牧师讲一句比较激励人的话，他说：“你不要让人家看作你是一个根本不成才的东西。你如果是黄金，你掉到垃圾桶，你也是黄金；即使被丢到粪坑里面，拿起来还是黄金。那所以不是到底你在什么环境、什么垃圾的地方、脏的东西，而是本身是存在那种品质，你本身存在那一种得到神祝福的一个福分。那主耶稣这一句话让我们产生很大的激励。他说：“你们看我是木匠，但是我是先知。虽然在本乡、本地、本家不受尊重，但是我不会受影响。”这是我们在社会，在一种有时候难免会碰到的一个现象。那我跟我们神学生优晨在聊天的时候，他的同学那男朋友是原住民泰雅族，他就曾经讲过说，他在国中的时候来到平地读书，然后就会受到很大平地的同学的霸凌。这个社会这种歧视或是一种看不起别人是很普遍的。我们说很普遍，就是人性的软弱。
好像别人好哦，好像显示我很差啊，所以我要讲别人差来表示自己很棒啊，其实是他自己心里面太脆弱了。耶稣讲这句话，我觉得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你如果是黄金哈，被丢到垃圾桶，被丢到粪坑，都不用怕，因为拿起来还是黄金，还是价值连城。所以先知在本乡，虽然他不是见怪他的乡亲呐，但是他对自己的任务，他对自己的身份是十足的肯定。各位弟兄姐妹，第二个阶段我们要一起想，耶稣是木匠没错啊，他真的是木匠，而且应该是他在青年这段时间，就是在家做木匠来养生，因为他爸爸也是木匠，所以等于是传承了家族的事业了哈。但也有些神学家在研究说，耶稣应该也是什么？也是农夫啊，他也是种田的，才能够讲那么道地的预言啊，比如说撒种的，还有芥菜种，哇，他一定是有做过农事，才有办法讲得那么精辟啦。那不管如何，耶稣是劳工，是没有人否定的。那我们今天是劳动节的第3天，对不对？连假啊，我们最近都因为被那个 APP 搞得很麻烦，想到去哪里去玩啊，人太多。其实呢，除了休假之外，今天是个五一劳动节，是很大的一个国际的节日。我们这边叫劳工节啦，国际劳动节啦。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历史是一段血泪的历史。这个劳动节在纪念世界劳工人权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在享受这一个劳动节休假的过程当中，也稍微了解一下今天耶稣是一个劳工的角度，看看我们跟劳工的认识有多大，我们是不是能够接纳体谅劳工哈？简单来说，五一劳动节怎么来的呢？这个资料这么写，在1884年的时候，100多年了。那个时候的工人，因为我们都理解，在工业革命之后，整个世界人类的产业产生，既然是革命，表示说完全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农村的人就放弃了原先劳动的工作，跑到都市里面，或是到郊外那些工厂里面做工。好了，慢慢，资本家形成了，那劳工被迫去做那种routine 的，或是我们说的这个规律性的工作，但是没有好的休息，所以工人慢慢觉得会受剥削，他的身体在那种环境之下也很难受，就是健康受影响。我们都知道，包括主日学也是这样来的耶。当初一些劳工在英国去到那一个煤矿，或是到一个很肮脏的环境工作，那孩子被丢在那些宿舍附近到处玩耍没有人管教，所以后来才发展出主日学。因为有一群关心儿童的人，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教他们圣经，教他们唱诗歌，而且让这些父母亲能够很平安顺利的去那个工厂工作。这些都是历史演变。那当时的美国工人就争取什么样的？就3-8制。3-8制就是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的娱乐。哇，真的福利还不错啊！竟然要8小时的娱乐，它等于就是说，我的工作时数就是8小时一天了哈。但我们现在台湾的制度是已经非常完备了哈，甚至呢，有些资本家、有些老板都觉得，哇，劳工权利太多了这样子哈。但是早期是争取这个是付出血泪的代价。那事件发生在1886年的5月1号，在美国的芝加哥举行了35万人的罢工示威游行，他们要争取这个3-8的制度。但是当时呢，芝加哥的市政府呢，可能受到那些资本家的一些诱惑或是压力，然后要他们警察出来镇压。那没想到工人呢，他们的一种就很直爽嘛，就非常反应就非常激烈嘛，所以就开枪镇压，竟然造成4个人死亡。所以隔天呢，5月2号就在当地的一个甘草市集广场
更多的群众在这边聚会，那后来就爆发了这个镇压、血腥的镇压。那这些事情后来慢慢演变，就形成我们所谓今天的5·1劳动节哈。那这些是当时的一个图片了哈，图片的故事啊，有些画家把它画出当时冲突的场景哦，是蛮让人觉得很忧心，或是觉得很感伤的事情。那我们从这些事件，当然，现在劳动节变成全世界性的节日，有的国家其实不是用这一天的哈，用别的日子在纪念。但是后来，因为你知道，1886年那个时代呢，刚好也是共产主义兴盛的时代，所以有一些左派的或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人，用这一种劳工的权利来跟当时的政府抗争啊，当然包括中国啦、苏联啦、欧洲啦所以慢慢有染上了一些共产主义的色彩。所以有时候在讲劳工节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那个政治气氛蛮重的啦。但其实我们如果回到劳工的权利本身，这个本身是争取到让劳工能够在这个工业资本主义的情况之下，能够得到一个暂时的喘息像现在台湾的劳工的制度就已经很完备周休2日各方面的。那我们是在这个节日当中来思考说，主耶稣呢，他是劳工的家庭出身的，他本身是木匠，而且他应该整个生活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是跟弱势的劳工在一起的。那在这个节日当中，我们也一起思考说，我们怎么样跟劳工来相处，我们怎样改变对劳工的一个刻板的印象我们可以用马太福音20章的1到16这段经文来了解耶稣对劳工的一种怜悯的心呢。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也是有关天国的福音的故事，但是他用劳工、葡萄园的工作人员来做比喻，是很有意思的。前面这一段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经文，他说天国好比下面的故事，天国但是他用葡萄园的工作来比喻了。有一个葡萄园主清早出去，从清早雇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去工作，然后约定照常例每天给他们1块银币，1块银币，然后打发他们到葡萄园工作。第3节，上午9点钟的左右，他又再到市场去，看见有些人站在那里无所事事。换句话说，这些工人呢，没有正常的固定的工作，有工作才有钱，有收入，没有就没有了所以叫做无所事事嘛。然后他这个主人呢，也很有怜悯之心，他就说：你们也进葡萄园来工作嘛，我会给你们公道的工资。好，公道的工资表示这个葡萄园主人很能够理解劳工的一个困难。然后又接下来第5节说，他们就去了。后来又到中午12点，下午3点，同样是雇了工人来。第6节说，下午5点钟，他又到市上去了。后面的经文我们有空可以自己把它看完那表示什么意思呢？一天从清早请来的工人，到傍晚5点请来的工人，完全一样，薪资完全是1块银币。那这个很有意思了耶稣用这样的话在描述，他其实背后的道理是天国的道理。换句话说，早来晚到，救恩完全一样，没有特别的一个歧视跟待遇。但是耶稣为什么用这种故事来描述天国的福音呢？有圣经学者在研究说，因为这些人站在那边无所事事。如果说要按照时薪的话，你3点才来，我就给你4个小时或3个小时的薪资，但是这个薪资不够你拿回去让你一家人温饱，1块银币才是基本的生活所需。所以园主不是头脑坏掉了，大傻逼，没有，他是认为我要给你足够的钱，让你能够温饱，你的家人能够有饼可以吃，有足够的
营养。那这个天国的福音我们理解，但是我们可以说，耶稣是因为他跟劳工在一起，他了解这样的身份，了解这样的需要啊，所以耶稣是劳工，而且他关心劳工。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福音用比喻来教导人。你看他所讲的每一个故事市井小民啊、牧羊人啊、农夫啦、渔民、社会弱势者都听得懂。撒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牧羊的比喻、羊群走失的比喻，完全都是生活的故事，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神的恩典跟应许。如果他不是生活在市井小民当中，他不是木匠，他不是劳工，他不是农夫，他怎么会讲这种故事呢？所以我们从这边来出发，一起学习，不只是我们一个健康的信仰的态度，而且我们是要体会主耶稣的心呐，在这个劳工节的时候。所以一个健康的信仰有2个面向，一个是我们要开始学习说，劳动、流汗、晒太阳，不是什么低下的工作，甚至每一个人都要劳动、实作，而且另外态度是接纳本身就是劳工，本身就是劳动者。邀请大家一起来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劳动是神圣的，勤于劳动，尊重每个劳动者，去除劳动是低阶弱势的偏见，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是木匠，我们也知道保罗他是织帐篷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所谓的劳工福音传福音的人，都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其实像牧师这种身份是后来教会体制化之后才产生的，我们叫职业的，或是说专职的牧者，或是被案例的牧者。但其实早期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叫做布衣神学家啦，布衣传道的工人啦。你是本身是什么职业，但是你的任务就是传福音。就很像我们现在在幸福小组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我是不只是代职的传道人，我是传道人代职。我的主业是传福音，那我的副业是我的工作，我是当老师我是当一个店员，或是我是一个餐厅的工作者。他说我是医生，我把传福音当成我的主业。那这个是一个整个这个教会的演变，没错。但是今天重点是邀请大家，去理解所谓的劳工，不要有刻板印象，好像他就是低收啦，他就是劳累啦，他是病痛啦，他的穿着就是不是很优雅啦，这种刻板印象。其实我们要先了解说，劳动是一个神圣的事，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跟恩典。你都知道，我们家中就有长辈，他如果身体不舒服去住院，或是去做治疗，医生会告诉他说，你能够下床走路，能够运动，那表示你才有健康。你不能躺在床上说我要静养静养，一直躺着，不行，一定要下床。因为人一踏上土地，神给你的身体就很些奇妙的机能，是医生没办法给你的。因为你踏上这个地板，神给你这个身体的一个反应，好像很奇妙的一种反应，就开始在医治你，在赐给你一个新的一个防疫的能力。那有一个故事是属于佛教的故事，他说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年高达80岁的百丈禅师啦。他在带领一群徒弟在修行他定了一个戒律，就是说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如果不工作，那就饿肚子吧。所以呢，他就带领这些子弟种树、栽花、务农、开垦、生产等等从来都不马虎了这样子好了因为已经80岁啦，这些学生很尊敬他，因为他做事是当模范的领导者，
但是怜惜他说那么劳累，所以就劝他说：“那师父啊，不要做了，我们子弟来帮你做就好，你不用做了。”他说不行，因为我如果不做，我就不食。这样，那些学生后来觉得，用什么办法让老师傅不要那么劳累呢？就偷偷把他的锄头、把他的本机啊、把他的工具都把它藏起来。没想到这个师傅还是这样非常的严肃说：“那你们既然把我藏起来，那我就不吃了，因为我不能违反我自己的规定。”当然，这个故事是在讲说这位禅师他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是：人只要活着就要动，就要劳动，因为劳动才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本来的一个功能哈。那另外也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几个小故事啦哈，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用一种刻板的印象看劳工。那有3个小故事很有意思哈。第一个是农夫文学家，叫做陈冠学老师；第二个是一个黑手的提琴家，叫李正义先生；第3个是我们台南人的半桌的艺术家，叫阿勇师啦哈。简单的介绍他们，让我们改变一下。劳工就是刻板印象。这位陈冠学老师，他在几年前已经过世了哈。他本身原来是师大的毕业的老师，他教过很多学校，但是可能学校的体制让他觉得很不适应，不能自由思考，而且是那个制式的教育、填鸭式的教育，他很不习惯。后来他40几岁就干脆辞掉工作了。他回到他的故乡，在屏东的新皮乡、新卑乡，在大武山下，他的老家种田。清晨出去种田，中午回来休息，下午再出去种田，回来晚上，然后他在种田拿锄头在思考。他把他的人生经历跟体验，他也研究庄子，他也研究台语文学，他也研究很多很多我们觉得那种学问竟然是一个农夫想出来的。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这是他老年时的照片哈。这本书叫《田园之秋》了哈，《田园之秋》已经出版了好几个版本了哈。很多学者作家都认为这本是我们台湾散文当中最值得推荐的一本书。甚至有人就是推荐说，他最有资格得诺贝尔奖的台湾人。你可以看见说，这个农夫不简单，他的思想，如果有空你可以把这本书买来看看或是应该旧书店还有吧，这个前卫出版社还出版，就他在讲他在做农的时候那种人生的思考。感谢主，他虽然是一个农夫，但是他的思想精华不被一个农夫所限制。另外一个是所谓的黑手提琴家，各位可能有看过他的影片介绍，这个叫吕正义先生。这位吕先生他本身是电机师傅，他家专门在卖马达，或是帮忙修理马达，整个就是黑手就对了，而且平常还嚼槟榔但很奇妙，这种竟然有2种心灵在他里面。他本身是很专业的这个黑手，但是呢，他竟然喜欢音乐，而且是喜欢古典乐。他说在小时候去农田工作的时候，他听收音机什么样的广播他都觉得没有兴趣，他觉得听到古典乐就很兴奋后来他到德国旅游看到德国卖那个小提琴很漂亮，他就买了一个回来。买了回来之后呢，奇怪，在展示的时候，那个店家拉小提琴的声音好好听，他怎么回来拉不动，而且拉没有声音呢他就赶快跑到那个乐器行说：“报告，这个提琴怎么会不响呢？”那个店家在跟他讲说，原来他的弓要涂上那个蜡才摩擦才会发出声音。他连这个都不知道竟然买了提琴回来，他就拜托这个
这个老板说：“你能不能教我从那个音阶开始教这样子？”然后把我当成小孩一样。啊，当然一种天生对音乐的敏感度，虽然是手是黑黑的，指甲都是油，但是他竟然拉出漂亮的音乐。后来他还带了他自己的孩子去钢琴店要买钢琴，让孩子学音乐。那个店员觉得这个黑手啊傻张张的，怎么会学音乐？就看不起他，说你买钢琴干嘛？没有用吧？啊，让他觉得气不过，就用单手去弹琴给他听，弹钢琴给他听，让那个店员呢吓了一跳哈。那这个在故事里讲说，一般人对这种观念，黑手怎么会弹琴呢？黑手怎么会喜欢古典乐呢？哈，啊，他真的，他变成一个黑手提琴家，而且他还到国家音乐厅演奏，哎，啊，就是这位。然后他从五线谱慢慢学，开始练。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很震撼，他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拉小提琴就是穿燕尾服嘛，我这个黑手也可以吧？他在嚼槟榔也可以吧？所以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翻转了对劳工的印象。最后一个是我们台南的师傅，叫做阿勇师啦。我记得好像我们教会1-2年前有一位青年结婚就到阿勇师他的一个庄园来请喜宴这位阿勇师呢，我们台南之光呢他因为他煮的那个板豆很喜欢吃，喜欢去享受。我们台南办一些板豆，他是有被邀请的这是他自己建的庄园的一种宴会厅他的家很像欧洲的宫廷一样，那就是魏德胜这位导演都是台南之光了跟他照相这样子。不过重点是说，他不只是一个料理的艺术家了，他竟然是一个黑胶唱片的行家，收集了好多黑胶唱片。他的黑胶唱片的这一个唱盘是限量的，全世界才100架，他其中一架90几号，而且他收集了大部分卡拉扬这位指挥家所有的录音的产品。你会想象说，因为在充满油汤充满那个大火厨房里面的厨师，竟然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嘛，是一个音乐欣赏家嘛。那讲这些当然是很特例啦但是我们是要说，不要限制。很多当医生的他是艺术家会画图很多医生呢他会跑去做龙双手双脚都黑黑的了，因为人的不同的场域都有它的表现。那我们要破解这一种一种偏见跟歧视跟我们看见说，早期呢，几年前一个博士卖鸡排，被郭台铭骂死了那后来这个博士还开连锁店呢，一个博士开鸡排店而且赚钱算不算博士呢？一定要坐在实验室或是在办公室或是当老师才算是博士吗？这些观念慢慢都被打破了。尤其最近这10-20年来，台湾的年轻人就不会被限制了，很多当科技农夫的，有的当科技渔民的，哇，赚钱都不输给上班族我有一位同辈的青年呢，在故乡他没有来台湾上班，他在故乡澎湖开快艇去钓鱼，他用卫星导航，他会用鱼探机，他会看到哪里有鱼群，然后每次钓鱼他只钓几尾就好了，因为1斤就1000多块你赚得过他吗？他轻轻松松，好像在开游艇玩旅游，因为他有现代的知识。感谢主，还有一个很特色就是，台湾是上帝所赐的宝岛，不是我们自己在自夸的。因为台湾四季如春，有高山，有平原，物产太丰富了，水果吃不完。所以呢，有人在讲说，台湾只要你肯动，就没有饿死的情况。这台湾没有人
因为饥饿而死了。但你知道，日本在战争时代，很多人因为饿死了。现在的北韩还有很多饿死的，因为真的天气天寒地冻，连吃的都没有，连树根都找不到。但是在台湾，你只要走到西边，你要走到旷野，你走到山上，很多东西让你吃不完。那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只要肯劳动就会得到。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些劳动者，尤其我们当老板的也不要苛刻劳工，因为他们是靠他们的血汗来赚钱。尤其现在新冠疫情影响，百工百业受冲击，劳工放无薪假，甚至那些非典型雇用的就失业。刚刚我们讲说，有人请我工作，我才有钱赚的。我们要关心他们，因为他们是最低基层的劳工。有2段经文给我们一些提醒。提摩太前书5章18节说，因为圣经上说，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又说工人应得工钱。这是圣经保罗他提醒我们，就是按照规矩来，不要苛刻劳工。还有在旧约的耶利米书也讲了这一句话，他说：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是在提醒说，你不要不付钱，然后让人家为你做白工的，那他说有祸了。期待现在我们的教会，也许我们慢慢形成一种非常优雅的环境哈，但是我们当有一位劳工走进礼拜堂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异样的眼光。也许他的鞋子穿的不是很干净，他的手还黑黑的，但是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退休的时候又跑到田里面工作。我们在第一堂礼拜有好多位在同样在做农呢，因为他退休了，去晒太阳，去栽种水果自己吃那个自己种起来的水果，非常的甜。那我们教会也要一样，就是关心。现在有很多国际移工了哈，现在好几十万的南洋的工人，印尼啦、越南啦、泰国啦、菲律宾都到我们这边工作。我们要把它看成弟兄姐妹，而不是把它看成异样的眼光歧视。特别是我们很多的家庭里面有失能的长辈，那被这些看护来照顾。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感动的故事了哈。有的看护变成被这位老年人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女一样，听说分财产还分他一份呢，因为他真正是爱这位长者嘛。那这样的爱心让我们觉得很窝心，而且说渔工啊，在台湾他们不能上岸呢，要住在船上所以更多的劳动者。虽然我们在都市里面劳动者比较少，但是我们觉得在工厂里面劳工，我们多人反正你参加劳保就算劳工嘛，对不对？其实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一是彼此要接纳的。各位弟兄姐妹，愿在劳工节，我们在休假的当中，也看见主耶稣，他是一个劳工，但是他也是一位先知，他是被神所重用，他是神的差派的，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哈。这一首诗歌，我们请同工诗琴来帮忙。主，你是我力量哈。或有没有同工来帮忙诗琴哈？没关系，我们请投银幕的时候来准备一下。主，你是我力量，我们来唱。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避难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攀，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做回应的祷告，也为几件事情来代祷。第一个，我们在这个劳工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一个劳工，他关心劳工，也求神让我们在台湾每一个劳工都得到应得的一个权益跟照顾，让他们成为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力量，让我们教会我们自己对劳工有更深更大的敬意，求神来恩待。我们也为我们教会能够尽早恢复正常常态性的聚会来祷告，也为国家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活动，疫情能够完全被控制来祷告。也全世界让这些医药也好，疫苗也好，能够早日来这个发展出来，让台湾全世界走出这个阴影哈。最后，我们也为教会几件事情祷告。第一个，下个礼拜是母亲节，求神恩典照顾每一个母亲，让下个礼拜的感恩节、感恩礼拜，很多母亲在这边被尊荣、被祝福。我们也为很多年轻朋友在参加升学的考试祷告，求神保护他们，让他们的学习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也为我们教会长辈或是小朋友来祷告，让他们在疫情当中都得保护、得健康。也为自己的家人祷告，求神恩典，让无论是在家里面或是在外地，都求神特别的保守。我们按照自己的感动，为这几件事情一起来开口祷告。耶稣，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慢慢跟我们同在，你的能力也跟我们同在，你的祝福也跟我们同在，平安喜乐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看见神的恩膏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一个聚会，也让我们在纪念劳工节的时候，看见主耶稣是一个劳工，这是一个先知，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显示美好的恩典。主啊，让我们接纳劳工，看见劳工他们的劳动的神圣。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教会、我们的国家，甚至世界，能够早日脱离这个疫情的这个辖制，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都得保护，长辈得平安喜乐，每一个弟兄姐妹家庭都得照顾，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也得到神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天父神，奉你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轮疫情当中，虽然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因为神的保护，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平安健康来度过。求神让我们早日国家完全解除了这些疫情的管制，全世界尽早有这样的医药疫苗能够发展出来，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在你面前，让我们教会也能够尽早能够恢复正常的聚会，弟兄姐妹活络在这边热情的唱诗歌赞美主，也让我们更多的交谊，彼此的造就，一起成长。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奉献。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
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在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读本月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箴言12章15节。我们再念一次：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箴言12章15节。来报告，下周的侍奉同工司会是李荣泰执事。个人奉献的明细刊登在周报的第8页，请弟兄姐妹来查阅，如果有错误，来向财务组同工订正。本会的消息，在下主日是5月10号，要举行母亲节的感恩礼拜，是子女向母亲表达感恩的节日。我们会赠送每一位与会的母亲一束康乃馨花，邀请所有的母亲一起来参与礼拜，领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接下来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台湾的这个疫情在已经20天没有本土的病例那我们看到我们的防疫单位慢慢在请大家说要这个轻松不要放松，换句话说也不要太紧张或敏感，但是我们目前仍然能够保持的一种戴口罩啦、洗手啦这种卫生习惯，大概就能够保护大家的平安跟健康。因为已经20天都没有本土病，表示说，即使外来的人有感染，但是还没有带到我们本地来。那我昨天看到，我们知道那个防疫单位的张尚存副校长的样子，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在他的研究里面只要我们有戴口罩，即使有一个感染的病人在你面前，最多只1%可能会被感染。那这样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去找病人就是已经有感染的武汉病毒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戴口罩的习惯我们手都清洁，所以感染率很低。那这个也是一种给我们信心换句话说，我们教会呢在这个礼拜慢慢5月份就有一些小组聚会，就按照那个卫生习惯防护，那就慢慢恢复实体的聚会。那其实我们这个礼拜堂有2层楼一个楼层如果100个人以下，2个楼层就200人。我们也期待说，我们慢慢能够恢复大家热络的景象，大家共同热情唱诗歌，一起敬拜神，一起交谊那也许你可以用电话或是群组的邀请大家说，如果没有感染顾虑的，欢迎回到这个实体的敬拜，特别是下个礼拜，希望很多妈妈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来祝福来为他们来尊荣那这个当然是我们不是太大意，而是说按照国家的一个规定期待我们各教会早日恢复一个正常的运作，那台湾也能够早日脱离这种限制那第二个有提前报告了提前部署了因为我看到我们的洪恩洪恩在这里还有宣荣，你们2个站起来一下，我们拍手先欢迎一下。他们呢
他们预定6月20号礼拜六要举行婚礼。哇，上帝给他们恩典呐！因为昨天有一对青年结婚哈，他们不敢宴客，不敢要发帖子宴客，因为怕那个疫情。但是他们2位哈很有信心啊，他开始接受签名，参加喜宴哈，在楼下1楼的有要参加他们喜宴的6月20号的晚上，请签名啊，让他们能够预备。那我们也恭喜我们的美娟老师啦，来恭喜拍手一下，拍手一下，要当婆婆了哦！感谢主，好，请坐。好，祝福大家啊！希望我们呢，真的早日不只是来参加礼拜，而且把口罩脱掉，那更好。期待这样子。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慢慢炎热起来，戴口罩不简单了哈！啊，期待大家能够很平安喜乐。好，我们等一下有一个5月份的庆生会，我们请同工推荐一位要来吹蜡烛哈。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唱完，请夏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坐来默祷，预备来做庆生会，请坐。各位弟兄姐妹，5月份的寿星在场的，请你起立好吗？让我们给你祝福，好不好？5月份的寿星，来，请起立一下，好不好？金峰兄女士吧，来，还有没有？来，5月份的，要不牧师编的名单呢、有没有？还有呢？还有，来，我们5月份楼上有没有？啊，好，我们的寿星，我们要一起先唱诗歌，唱生日快乐歌哈，唱2次，一次国语，一次英文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福于你，祝你生日 Happy Birthday， 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慢下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们请林宪亮医师来吹蜡烛，好，拍手祝福，好，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祷告，然后我们再结束，好，一起来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虽然疫情的关系，很多寿星不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跟祝福仍然跟他们同在。我们也特别为在场的寿星献上祷告。在5月份是一个温暖的季节，也是纪念妈妈恩典的季节。主啊，求你让这一个月份的寿星更体会神的恩典、妈妈的恩情。主，让他们在生活、在健康、在工作、在事业、家庭、子女，都得神的恩典跟祝福。求你保守，让他们在职场上、在生活上、在工作上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赐给他们喜乐、平安跟健康。也求主带领我们再来一个礼拜，我们的工作生活都得神特别的保护。下个礼拜母亲节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一起献上祝福，为每一位母亲来恭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坐，我们也彼此祝福，愿主赐你平安，好，大家平安喜乐。